今日要學嘅係打格仔效果。今日會分享2種利用 CapCut 簡單做到打格仔效果嘅方法，記住睇到最尾，因為可以撳1個掣就搞掂。首先第一種方法，撳複製、重疊、新增重疊，之後揀遮罩轉場，揀圓形，將個圓形框框住塊面，之後出返去揀特效、影片特效，揀選模糊。你會見到個畫面可能唔啱位嘅，之後我哋去返遮罩轉場，首先要對準返個人樣，喺開頭打個關鍵幀，之後拉時間線，每當個人喐咗呢，咁我哋就褪一褪個模糊遮罩，直到個人呢離開咗個畫面，咁就搞掂啦。之後第2種方法會簡單啲，撳1個掣就搞掂，但亦都需要有 CapCut 嘅會員，同頭先一樣入一條片，揀選特效、身體特效，跟住就撳臉部馬賽克，咁就搞掂啦。